正综合报道。根据关心月经议题，民间团体针对汤圆市民的调查发现，讲有6成的市民认为讲月经来唔通去庙里拜拜哦。因长期推广月经平权，所以蔡南在地6间庙要来拍破一般人的禁忌。迎香拜拜，祈福问代志，宗教信仰是台湾文化真重要一部分。不过，根据2023年汤圆月事经验调查，大概6成的市民认为月事期间袂当入庙参拜，其中45岁以上的市民月事禁忌佫较比少年族群悬。希望能够跟庙宇一起来合作，来倡同倡议，说月经来当然可以来拜拜，大家都不用担心，一起让台湾成为一个月经平权的国家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以前长辈都会说，用月经来的话不能拜拜。为了转变台湾庙宇的月事禁忌，消费局串联中立金海宫、朱惠堂、汤圆护国宫太祖庙、龙德宫、北德龙山寺、大溪莲座山、观音寺等6大香火亲王的庙宇，共同签署成做汤圆月事优先庙宇。正向来看待这个自然的事情，毕竟这个拜神礼佛，心诚则灵。市府更创全国之先，我们串联了庙宇，共同推动月经平权，于庙宇的女厕服务台设置卫生棉贴心盒。消费局表示，全世界一半的人拢会经历月事，伫国门之都汤圆照着甲庙宇合作拍破迷思，互女性月事来也会当拜拜得到支持，希望有示范作用。未来也会继续创造友善庙宇、友善环境，加友善店家，推动月事平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